机会头前摆满一节电动机车，甲陆续来车友组织，大概拢是以电动车成为交通工具。这回伫南区、安平区激烈选战当中，议员吕维英除了号召大家斗相共宣传，嘛借此呼吁民众用行动响应环保，选用先进的电动机车来游台南，希望带动成为一种流行。借由选举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是要诚挚的呼吁大家，其实2050年是世界零碳排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那所以在2050年到达之前，其实我们要做好准备。那其中移动式的这个污染源其实是我们相当关心的一件事情。我们很高兴看到我们一群年轻人的朋友纷纷的投入电动车的市场，不管是 Gogoro 或是中华电动车那其实我们都可以发现未来电动车是世界的一个主流，它也是节能减碳最重要的一个方式，而且它有极大的一个便利性。那相信我们越多人骑电动车，可以为这个城市带来更加的美好。中央已经制定2050年朝向净零排放目标，嘛是世界潮流。所以议员号召少年人伫交通工具顶面，拄啊坐大众运输，上直接就是骑电动机车。当然，对议员来讲，嘛是无同款的选战策略。但是新闻，军事林英光采访报道。